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：头代低头掘乌，二代长衫拖土，三代欠钱走路。意思是英国农业社会，头一代人逐工为三顿咧打拼，等到经济改善了后，第二代人享受，也不到第三代若要上进，家伙就败了了。另外一款讲法是：头一代油盐酱醋，第二代长衫拖土，第三代就卖田当租。讲的拢是创业维艰，莫讲要拓展，干那修行就真无简单。有诶，免到第三代就败了了啊！就高雄有一位出名企业的第二代，因老爸过身后，伊继承3亿的遗产，想不到伊等好业，伊阁爱啉酒，才过3年尔。若这个3亿做一摆开了了，阁捌因为腹肚枵去卖场偷摕鸡苓膏，和警察抓去。今日讲俗语是：头代低头掘乌，二代长衫拖土，三代欠钱走路。